那是你啊，潘老师哦。为什么潘老师？我是潘金莲。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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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哦，原来是误会一场啦。我开讲，我就昨啊咧看戏的时阵，结果看，我就想着哦，阮较早咧做迄学生仔的时阵啊，毋是拢会画迄种舞台妆有无？迄画起来哦，规个人的感觉都拢无共款，啊，毋则想讲家己来试看，卖画一个安尼啦。你假准讲你咧搬迄变脸 face off 哦？化妆无遮尔啊简单，化妆啊，佫应该用伫足侪的所在。带你来去看卖者，来。哇，大姐老师，老师你好。老师你好，嘿，你来呀！哎，伯伯，你知影无？少林武功盖天下，飞如画工冠天下。哎呀，敢讲你讲的这个慧茹，就是边啊这位遮厉害的老师啊！来，遮坐，好。老师等咧化妆吼。嘿呀，你敢知影为虾米咱伫咧台顶做戏的时阵，为虾米咱的妆色都爱到遮尔啊重，互大家感觉讲，哦，啊，恁为虾米那像安尼高足高的那高壁咧？嘿，应该是讲伫台顶甲观众较离较远啊，所以画较高的。对，对。是，啊，毋过咱传统的戏剧都恁是学京剧，对，京嘿，剧啊，你看歌戏上早的时阵，伊的色彩嘛是以红色的、红色。白色、就是啊，甲乌色，黑色，嘿，嘿。啊，毋过咱化妆品因早无遮尔啊济嘛。是是，啊，你敢知影因若是无够的时阵，化妆品是安怎来就地取材无？因着用鼎糊，鼎糊是咱煮饭的鼎。煮饭的迄鼎，因早鼎拢爱香茶，嘿是，啊香茶下底是毋是乌乌？嘿，啊，迄鼎甲并过来，啊，甲烤落来，乌乌迄鼎糊，啊，就甲伊搅咧，啊，就安尼画白白，也是讲画等一个目睭的丁唇。啊，搁有，你敢洗会掉啊？迄时阵，尤其咱即摆有足侪下妆的物件，啊，毋过因早尤其是无遮尔啊方便，你知因用啥物无？花油。花油是啥？花油就是咱即摆咧讲的沙拉油，哎呦，煮饭的所以迄油啊，就讲迄油会当将这个妆规个画掉嘛，对啊，所以因就用花油来下妆。啊，若讲咱白色的无够的时阵，咱厝内底囡仔毋是有白色的肥仔粉吗？啊，肥仔粉，摕起来，一直请，这拢是咱前辈演员甲阮讲。哎，啊，毋过你讲较早啊，拢是有啥都摕来用，啊，毋过若是有演一寡戏啊，是迄爱哭的啊，迄种，安尼迄妆都一定是拢，嘿啊，拢无，嘿，袂食水嘛。所以呢，就拢无防水。啊，有当时咱有着要哭的时阵，就变乌目屎就流落来啊。所以咱的先生就是咱的前辈咧教的时阵，拢讲，其实你要安怎演戏，透过咱的表情，啊，搁咱的做工，互观众，应该是讲，咱未哭之前，就互观众先哭啊。真的，先互因感动。啊，老师，亲像你即摆要画即个角色是啥物款的角色？应该是讲，咱伫歌戏内底讲初剧。幼剧就是查某的，我的先生就讲，你有较大张一点，哪会安尼啦？啊无你就改做初剧的好啊，所以我即摆较改做初剧。初剧是啥？初剧就是查甫的叫查甫的叫笑，叫笑知影无？就是角色的意思。你是毋是？即摆咱外口咧讲，你是啥物叫笑？叫笑好。嘿，咱伫咧戏剧方面，咱来讲咱的你今仔叫笑是啥物？嘿，还是讲你今仔日的角色是啥物？我感觉老师就厉害，伊拢会使甲你哪开讲哪化妆，而且佫画甲足油足。啊，无等者要出大白虎要安怎？对，恁较早伫外口搬戏就是安尼哦，足侪状况的啊。是，有当时啊，就是咱讲戏的先生，咱一面讲戏，咱都爱一面化妆啊。啊，你敢有拄着迄种，譬如讲你咧外口搬戏的时阵，你咧化妆的时阵，有啥物禁忌袂使去卡着？咱前辈捌讲过，比如讲，尤其是演新灵，对，咱讲也是讲演上有名就是关公，就是咱要化妆的时阵，迄叫做拍面嘛，伊爱拍
关公什么色的面？红色，红色对无？的对。伊红色的面拍好的时阵，其实伊就袂当讲话啊。因为咱的戏剧的前辈就讲，伊的时阵关公就已经有立信啦。是。民间上高判案的就是包公嘛。包公对。按过伊头顶有一个月牌，月牌，咱讲的月牌。月牌。嘿，讲伫咧画面的时候，一定爱画破。就是爱点一个无共款的色给。比如讲，咱画咱这个月牌的时阵，咱是爱无遐尔水。也是讲，咱会甲歪一体安尼，嘿，就真紧有前辈演员讲，演戏演到一半，啊有包公在判案嘛，做煞到后壁讲，啊你后当做关公啊，做包公，为什么你后当啊那拢点无讲话？伊讲啊，拄我演到迄场哦，冤魂要来救冤嘛，啊台顶的演员，哪会佫加一个呢？伊讲哈，为什么加一个？伊讲边仔佫跪一个。嘛是穿白衫，啊嘛是来救冤。我惊一个，想讲我若是无替伊伸冤，伊唔知袂放我煞无？啊，你唔对人啊啦，对，伊当作是原来的。包公伊嘛要来救冤啦。啊，毋过会记得哦，这是咱前辈讲的，吼。啊，咱只是讲咱会个。转来甲观众讲，为什么咱的面爱交破，袂当遐尔真？这是讲咱进前。时代传互咱的时阵，啊，咱嘛知影讲有一点仔典故是安尼。我即摆画白白，我安尼就有白白就较粗啊，对无？对。亲像我做小段，我就是拢画迄种柳叶眉。当时咱白白，咱嘛会当用白白来代表无共款的角色，恁知影无？比如讲，我若较正东正派的人，我白白就是安尼就好啊，吼。啊，我若演较三花，像巴蒂，你毋是讲过，你是演文挑的？对啊。对，文挑的爸爸的时阵，挑的爸爸，咱就无可能画到遮尔正常，对无？安尼。嘿，咱就讲倒八字，都看起来衰衰啦。衰尾倒林。对。歌戏内底有一种叫做起白，比如讲我即马安尼是正常的爸爸，我若演歹人的时阵，我就有可能。就是越头过去，啊，我双手甲吐起来，阮咱讲起白，就是用无共款的角色，咱会用无共款的装扮，互咱看戏的观众知影讲，这是什么款的角色。老师啊，我嘛想要看你安怎起白。好啊，你等一下啊，咱遐有衫着无？好，啊无咱等一下，将头拔个好的时阵，啊，咱甲先煞。为好人马上变歹人，咱来看卖有法度变过来无？好啊，好不好？嘿。寒窗苦读为你志。如今功名天下比，心上已问我的真理。我决定要娶妻，为了富贵。哎呦，你这负心汉啦！你莫搞妖，你这歹查甫。我给跑，给你跑。我莫甲你救，我莫甲你。千万不可啊！我这是演戏。所以老师头拄仔迄段故事，就是你为着这个钱。你是搁要搁娶一个就对了。是，啊，毋过你嘛知影哦，利益伫咧面头前的时阵，有当时啊心就会无共款啊，所以一反面一回头，好，我甲伊拼，非得阮某伫咧做园的，无人知嘛。嘿。老师，你若是安尼起牌了，你搁会使变别种的角色吗？哦，会用一日啊，即摆来试一个无共款的，好无？好，来，咱白一个。比如讲，我是做一个
花花公主还是小公主，这是你上厉害嘛，对不？啊，出来行路的时候就无共款啊。3到6斤安尼。是出来真多。我甲你讲，其实吼，我今仔日为着要来去找水姑娘啊！哎呦，你看这个姑娘啊，有够水啦！你来哇，这安尼演一个迄感觉就足有诶吼。对，老师迄个迄动作真正足配的呢。所有的角色咱拢爱家己去想讲要安怎，互伊进入角色，而且安尼只要甲无共款的装扮，你就感觉迄个角色的对气氛拢性格就拢无共款，个性就无共款啦。我感觉会使吼，遮近看老师表演，我感觉就幸福，会使看到老师的妆吼，啊，还有伊的表演合作伙。嘛安尼讲，所以嘛希望讲大家多多来支持咱台湾所有的戏剧。一定诶。喂喂，你看这张相片，你有看到什么奇卡的所在无？这都真假嘛？伊本来无真假。对啊，又厉害吼！嘿。这是一个阿姨的手，啊，因为镜头受伤还是安怎，迄指甲无去，啊，结果一个车里塞就帮伊车甲安尼，你看一模一样吼。人拢咧讲吼，外表无重要，外表无重要。其实对因来讲吼，我感觉是最重要的。对啊。因为伊应该是行伫咧路的顶悬吼，无想要别人用一寡迄较无共款的眼光咧甲因看，对无？对啊，啊，但是吼，亲像这种车里也是美容啊，你若是做了了，你就无法度反悔啊。迄是永远的。对啊。对啊，啊，其实若是用化妆的吼，都会用个变甲亲像这安尼遮厉害的技术呢。啊，用化妆就会使啊？对啊，亲像我有熟悉一个老师啊，迄老师就足厉害，伊迄化妆哦，敢若咧变魔术共款。哎呦，变魔术！系啊。好啊，无你带我来看下迄个带你去熟悉化妆的力量啊！对啊。跑啊！你家啦？你家啊？哇，这凉水啊！陈老师，来了，无赢哦。哦，恰真乃这种就是假耳啊、假镜头啊，啊，还有这个假片、假目睭呢。哎，连陈老师嘛敢假呢？陈老师是真的，真的拿喙去假。哦，老师，这都唔免讲啊，咱讲故事啦。嘿，你看啦，老师连迄假人啊，迄顶悬迄目镜门哦。拢敢若真咧共款对无？对啊，唔过我感觉最好，其实唔是讲老师是教化妆的，啊，那会变到这是蛮性节的哦。老师，你来甲伊讲。首先吼，阮的系上啊，吼咧教学生的部分啊，其实很多美容科系拢是咧美上加美。吼，啊，毋过阮整个阮规个专业的课程来讲的时阵，阮就是针对迄个烧烫伤还是颜面损伤的人，嘿，来做即个化妆，互因搁较有自信安尼，嘿。啊，所以阮甲阳光基金会有做迄个已经17年的合作啊，安尼嘿。这是其中迄个形象重建的一个服务的项目安尼啦。啊，拄啊好恁囡仔来啊，阮囡仔有一个迄个神经纤维瘤的伤友啊，吼，伊囡仔要来遮。阮爱教伊化妆安尼，啊，所以恁若有想要参与即个过程无？啊，咱会当做阵来看。我都甲你讲，对啊，老师的化妆敢若咧变魔术嘞。好啊，安尼来看老师变只魔术啊。好。甲恁介绍的这位是咱的白秀杰，啊，这位是系上的徐老师。徐老师好，白秀杰好。即摆徐老师是要食牛排啊吗？是啥？无啦，为什么爱用盘呢？放在伊的？因为吼，咱这色布就是吼，借由光源折射到他脸上，啊，要看这个人气色。啊，今仔日就是用伊要试，咱要测试看伊适合挂什么耳膏，加什么破脸。啊，所以咱会用这2块色布啊来比对。白小姐，你也把手放开开，好，啊，你会使开开啊，好，看一下镜子中的你。好，啊，即摆你看你的镜子中，你会看你的这斑的所在颜色，好深浅。啊，我再换下一块，你搁试看卖哦。看有啥物变化吼，好啊，拉掉。
拄啊是金色啊，啊，即嘛是银色好，。张开。啊，你即摆看你感觉你这个部位颜色是拢变较深较红，所以安尼两块色比起来时，你就较适合挂金的。的，吼，所以你也用做好个。哎呦，金细细啦！哎，这样安尼去比这配色足厉害的呢。真的呢。啊，这布我若是凊彩去迄市场买嘛买得着。哦，布是一定买得到的，啊，不过这色布是规套的，伊色系吼，毋是讲咱一般伫咧。布旗啊，凊彩建柜地也会使用啊，吼，伊是一系列，吼，所以其实阮较早嘛有试过，想讲啊，咱来去布旗啊买吼，啊，摕倒来用嘛是会使，结果是无法度的。啊，所以阮会甲伊加做伊拄啊老师来示范的时候，阮会甲加一个明信片顶悬吼，互伊会当放喺皮夹，啊，伊连讲若去市场啊，是去卖场买衫的时阵，伊就会当甲伊的色块摕出来比对，讲哎，我较适合啥物色。哦，啊无你讲一个粉红色，可能伊色差拢就侪啊。哦，几落种粉红啊嘞。对对啊，所以讲吼，咱这互伊方便，会当放喺迄个身躯的安尼吼，啊，所以来阮遮做形象重建，拄啊再去看迄假体遐个部分，甲阮伪装的部分，其实阮是做规个系列的一个人体形象重建。一条龙的就对啊啦。对。白小姐，啊，你家己安尼感觉咧？感觉有人专门甲你配这色真正是足需要。我拢是爱做基础的保养，啊，过来就是咱用迄小虾膏，啊，因为我的面有几啊液色，啊，所以无共款的物件就爱做无共款的色，吼，啊，就是因为我鼻仔才较乌，啊，甲这个颜色，咱想做上暗的、上暗色的所在先来甲做，啊，较慢慢一步来，会真够工。安尼真好哦，吼，你拢会记得哦。啊，即马开始来做瑕。所以老师有教咱白秀姐讲是爱为这色为较深的所在开始踏起，对无？是因为吼，安尼来讲的时阵，送药较袂遐紧张，互伊迄较有瑕疵，啊是迄个色差较差较侪的所在呢，为遐先甲伊拢会掩饰化妆，互伊变成迄个肤色安尼。阮咧教即个送药的时阵吼，拢会感觉讲。甲画吼较自然的，吼，迄肤色色差若伤侪的时阵，甲伊调整较正常的肤色安尼。啊，尾啊感觉讲，啊送药拢感觉讲伪装的对伊有帮助啊，啊是安怎拢无爱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拢就爱阮去阳光基金会帮因伪装安尼啊吼。尾啊问了的结果就是讲吼，因有当时会甲你讲，老师我伪装了，我感觉皮肤会痒痒啊，吼啊我会感觉闷闷的这样子吼，啊所以回过头来，刚刚讲皮肤的保养是足重要的，因为。各种的病灶性皮肤拢无共款，像白秀姐呢，伊是神经纤维瘤的吼，伊的皮肤的迄个出油的状况是甲咱普通的人较混合性的皮肤是较正常安尼吼。啊，那另外一种呢是血管瘤的部分，伊的皮肤的毛细孔很大，然后很油这样子吼，所以用的保养品拢无共款，吼，所以即马。知影讲咱拄着啥物状况的皮肤爱用啥物保养品，啊，再来选择迄个粉底来做遮瑕，这样子，这拢是有即个步骤化的吼。啊，但是这一般咱来讲的时阵，教科书拢无。真的呢。嘿，啊，所以阮嘛是安尼，步步安尼，这几年来安尼，慢慢啊，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安尼。这足重要的呢。对啊。哦，你讲拄安尼都无共款啊吼。安尼算讲嘛是造福足侪亲像白秀姐这种纤维瘤的朋友，就知影安怎画会较紧。好，啊，咱会感觉讲，伊即马诶，迄个颜色会较校正起来，较无像拄啊迄个乌乌的迄个影子啊。嘿，白小姐，安尼化妆对你生活当中有啥物款的无共款的想法？哦，我感觉有真大的帮助，因为是我既然是因为是人一定是安尼，是我所改变的代志。啊，因为医生互我有限，社工互我有限，唯一就是化妆品就是我的辅具。对啊。因为较无方便的人需要拐杖嘛。对啊。啊，我的辅具就是我的化妆品。啊，若较早你也无画这学这化妆的时阵啊，是毋是？唔敢出门，我较戴目镜。你看较早哦，唔敢出门，戴目镜。即马咧，无啦，即马都画水水吼，我穿好水水，穿好水水，头毛拔起来。我搁家己炸一支迄 SPA 来，啊家己安尼。哇水咧！
白小姐连头毛吼拢安尼个色度呢，系啊，这是规组的就对啊。因为我这边会大细面，我感觉讲我会使用它来遮掩一寡，心内感觉对家己较有一个，对家己有一个安慰啦。其实我感觉你安尼用你足巧的，因为你就是知影讲用，家己适合倒一面，亲像面试嘛是共款嘛，我拢会知影讲阮倒一面较好看，较介意讲用倒一面来安尼翕。系啊，感觉真好，化妆噶，毋是干那画水尔啦，嘛是互家己为出自信心。对哦。其实我即摆安尼想来想去啊，我都在想讲，若是我家己吼，平常时是因为我爱做工课，我才想要化妆。伪装。要若无吼，有当时我就会足平淡的，无想要讲画这画遐。那毋过你看，对白小姐来讲，化妆对伊来讲是遮尔啊重要的代志，而且讲伊重点伊家己无共款的迄一面。化妆对于咱两个艺人表演者嘛，足重要的呢，会使吼，互阮变化万千啊，变无共款的小鬼卡啦，对无？啊，而且吼，白小姐嘛是因为化妆啊，重新吼建立家己的快乐吼，即马行出门拢有自信。真的，你看伊即马话无共款。行路拢有风啊啦，哎呀，咱来行路有风一个。这是凉水啊，凉水。对啊。特别，你知影咯，亲像迄好莱坞啊，迄种电影内底吼，迄种妖精啊、外星人啊，因为迄种妆啊，拢是用电脑啦，啊，搁有迄特殊的化妆安尼用出来呢。我知影啊，因吼不只是画敢若妖精嘛，伊会使吼为足瘦的人啊，画甲足大颗的，啊甚至讲吼会使为老的人吼画甲足少年的，根本就咧变魔术的。真的真的。化妆就是讲啦。今日哦，阮要去拜访的这个人，伊足厉害的，台湾哦普洛吉的化妆师啦。哇，画你真正熟悉有够侪人的呢。免客气啊。遮厉害的化妆师你嘛熟悉。来去甲伊拜访者。好啊。老师，阮来啊！老师你好，哇，老师家足特殊的，造型拢无共款呢。真正足够化妆的哦。老师，安怎无爱共伊？哇，老师你这模型甲你做甲安尼一模一样呢。对啊，当然啊，这就是我拄仔甲你讲，足厉害迄个化妆的老师啦，足够画迄特殊的化妆的洛凡老师。哦，搁有画迄电影，你看迄毋是迄星际大战迄个？对啊，尤达大师啊。哦，足厉害的。是安怎一开始会遮像遮个模型啊？我上介头啊，就是感觉我咧做新娘的化妆啊。新娘化妆甲这种的差足济咧。对啊，后来看电影有一寡角色拢感觉足趣味的，也是讲迄安怎生出来的啊，所以我就去美国遐学遮。合适咯。系啊，那有遮简单。啊，你去学几年啊？我学差不多2冬。哦，你这2冬的时间，就是特别讲去画这种哦特殊的这种化妆的效果。迄种美国片的迄种嘿。这看起来足困难的。系啊，我就想讲哦，阮两个人安尼专工来找你啦，就是想讲拜托你甲阮教一个，啊教一寡迄美感，安尼后壁哦，若是阮囝有迄学校有迄种啥物 Halloween 的 party 的时阵哦，我嘛会去甲伊画一下啊，或者去学校行路拢有风，真有啥问题？对啊。之前我足侪朋友啊，拢甲我讲哦，特别咧 Halloween 的时阵，因拢足头痛，所以应该安怎用？你有啥物建议无？你着看囡仔介意啥物卡通啊，还是即马电影咧流行啥物角色啊，像讲蝙蝠侠啊，还是超人啊，这种造型拢会使啦。啊，袂歹吼，也是讲，若是有介意啥物一寡动物啊，嘛是会用的嘛，对无？对啊。有啦，动物啦，才有一只啦。哎呦，猪八戒。猪八戒啦。安尼我就直接黏起就好，啊，创啥话安尼上简单啊。没有问题是，你这个片啊要安怎家己用？感觉足困难的咧。老师，这摆你家己用的哦。系啊，这种是
这种是用迄种 sponge 诶材料做诶。是碰起，这摸起来吼，就敢若亲像你迄模型共款，拢软软的材质厉的。害呢！模型这是用水力控做诶，无共款的材质。你这讲敢若足困难，是爱迄功夫足侪赚的，对对，无？像做这就是甲咱咧夹起无做假喙齿共款，就是你爱先夹起无，啊来个雕刻，啊来个翻模，啊然后灌喙齿粉，啊来对，啊上色，啊只是讲伊的材料无共款安尼尔。你头拄仔讲会使用动物啦，还是用迄种电影的角色？对啊，下无我想量，你帮我画一下量。啊，你画过程当中，佮帮我掠一下量，差不多吼。想想这，这较歹的。等你给你加钱。对，哦，安尼咱画看，画量啦吼。好，来。我来。老师，啊，亲像你这种特殊的种啊，平常时你拢做偌济工课哈？一般有当时啊，咱会当伫现场，就会当直接落做，啊，嘛会当讲啊，较复杂的，你伫厝就有一寡前置作业爱伫厝，像讲翻模啦、雕刻啊，这拢爱伫厝就爱先做啊。哦，有诶，爱先准备起来就对啊啦。哦，啊，亲像即摆你安尼咧，甲伊画面啊，你咧用的即种啊，这色彩安尼哦，大概倒位买才买会着啊？你啊，网络上找吼，咱若是水性的彩绘颜料、人体彩绘颜料，这就会当买啊。哦，所以台湾足侪电影嘛是你去画的对无？有当时啊有。哦。哇，就啊，你感觉画到上困难的物件是啥？拟真的物件上歹画，因为拟真的物件，咱一看就知影有成真的啊，成假的，哦，所以这种就上歹画。所以就亲像你用你家己的迄后壁你迄个翻模，迄安尼迄种就是足困难的对无？对，因为一看就知影迄个是啥啊。系啊，所以伊足厉害，因为我拄仔一看，阮两个人拢一看就知影讲迄个老师啊，对无？即摆这白白这两个啊，这是量的角哦。系啊，你看有吼？有角哦。有角啊。是哦。万不伊若无说你画唔对去，啊，这要安怎改哈？你得爱发挥你的创意啊。亲像这即摆只顶悬安尼拄啊好留一地安尼，这都爱看等下安怎去改吼。像这水啊用了伤济话，你得当啊，像讲做一下鳞片的啊。哇！哦，你哪画迄个感觉无共款，佫会使做变。哪改安尼？你有想要试看卖仔的无？啊，我要画倒位？龙嘛，龙的片仔会乌乌嘛。你确定吗？老师画遮久要你过用破坏去？画片仔对吗？画龙点睛啊！点睛，你点片仔创。你睛已经有啊。我感觉啊，画无好画这片仔，我感觉袂歹啊。啊，毋过吼，老师会使帮我救别种呀。再来试看卖仔。伊其实无欢喜，对。对啊，就敢若安尼乌怪怪，敢若生一粒猪咧。零的片仔会较大小可啊。对啊。我即马画感觉吼，我更较好喘气啊！我感觉我输的空气更较济啊！啊，老师，你感觉你画过上有意义的一个工课是啥？大体的妆容。大体。哈？是哦。迄种你嘛有画哦？我接的部分拢是较特殊的案件，面容无法度辨认的话，啊，就是甲运用我这特殊化妆的技术，啊，甲伊复原伊原本的样子。哦，所以家属会摕相片互你去看，啊，互伊去做一个复原。哇，老师，你安尼咧画的时阵，你心内迄压力应该是真大吼。袂，因为我感觉这是咧做功德。哇！所以你嘛袂惊吗？你也心态正确的话，就袂惊。因为伊要离开这人世间的时阵，吼，佮你画甲安尼水水。老师，你这安尼，你嘛是一种福报呢，吼。我嘛是安尼想啊。对啊。你讲画妆这件代志，真正足快。对啊。嘿啊，你讲艺术啊，甚至讲帮这种大体安尼做修复，拢是一种化妆的技术。真的呢。老师，你化妆吼，你印象上深的一届是啥物？是客户要画蒋经国造型。迄若画了无神，大家是拢看得出来呢。对啊。所以压力应该足大的吧？
所以迄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做足侪研究的，看迄蒋经国的相片啊，佮影片啊呢。对，迄个美角就是你的神韵啊，你的五官，五官啊，甲规个形体迄个感觉，你爱互人一看就知影伊是蒋经国。尾啊，表现起来在场的人，哎，逐个拢直直点头。真的对哦。迄个时阵，你就感觉较辛苦嘛，拢有价值啦。哎，老师，我感觉哦，其实我即摆咧看地陪的面啊，我一直拢想讲哦，应该差不多啊，应该差不多啊。啊，毋过你搁一直加，一直加，你这美感你是安怎去培养的？拢会看一寡图片呐，啊有对遮个图片的记在我的头壳内底。你拢有记的遮图片，但是你无法度互你画啊，你平常是安怎练习的？你会画朋友吗？还是啥？找厝的人来开始画，哦，啊到后壁厝的人有拢落跑啊，拢搬出去啊。无你画的时阵，你就找朋友，对啊，朋友嘛拢搬出去啊，电话拢无爱接啊。啊然后就无朋友啊。老师迄讲真笑，啊，毋过讲真诶，地陪，我即世人哦，熟悉你，你今日上缘投，真的吗？真的，老师谢谢够啦。好看诶哦，啦。你真正妙手回春呢。天啊，规人拢立体起来啦，就好看。啊，毋过老师，亲像我做妈妈的啦，我手也无亲像你安尼遮厉害啊，我嘛无遮年会晓画图。啊，我若无法度教我的囡仔嘛画甲安尼，我是有啥物会用偷食步的方法无？你啊头一步的方法就是你找的图片吼，愈简单，颜色愈少愈好，你出出的几率就愈细，啊，对莫用甲遮复杂，莫用啊遮复杂对。找迄种较简单的啦，敢若一色还是两色的迄种的。你知影亲像我都会安怎无？我直接去影印出来，啊用一张纸搭伫个面顶出来。面具哦，袂使你安尼想偷食步啊吧？真的。爱用画啦，才有神。用画啦，对啦。哦，这样看起来就有感觉的。而且会使感受到老师吼，逐一笔拢就有自信。对啊。伊拢知影安怎画安怎好看。哎，我就有气势呢。哎呀，你这就是海龙王。哇，真的，互老师继续画落去。你今日哦，这钟莫用掉。袂用掉，我让就安尼，规世人，规世人，袂使啦。我大了，我妈妈认袂出我。特别，我咧想吼，人要洗了好看，毋若是用迄化妆吼，会用迄互家己水水。其实穿的啊，还是配啊，迄嘛是最重要的。配件上重要。对啊，你看我的鱼膏，跟我今日配有适合无？哦，足三八的哦，哇，足水的，足好看的。你看我的鱼膏啊，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对，你迄哦色水无共款哦，有白色有蓝色，啊远远看敢若一蕊花蕊共款的哦。你讲我这鱼膏啊，足厉害的，这是一个老师伊的作品。伊毋若是用迄做花的哦，会晓做这鱼膏啊，亲像那破链啊，还是放伫个这头章顶悬的哦，迄水水的物件啊，若是迄种迄花杆仔顶悬的花，伊拢会晓做。遮厉害哦！紧嘞，带我去甲熟悉者。你嘛想要哦？我想要啊，送阮某啊。你巧巧的人惊，然后带你去。水。这就是我甲你讲我的朋友啦，欢迎。哎呀，想讲甲你合适一个。好啊，做回来，茶姐。好，多谢。哇，你看，这顶悬遮哦，所有拢是老师的作品哦。你看有鱼膏啊，啊嘛有手环啊，亲像这花有哦，拢做甲足水的。对啊，毋若只头前看的，后壁敢若嘛拢是的。对啊，老师。啊，你要教阮做倒一款的？阮今仔日来试看卖几款好无？哦，鱼膏啊，鱼膏好啊。这阮某上喜意的呢。甲我即摆挂的这种同款足水的。对。啊，
啊，恁敢有看出来即个鱼糕啊是咧做啥物？造型哦，对，这就敢若花啊花蕊共款啊，系啊红。色的花蕊啊。即个是一个热天的感觉，啊，伊有一寡金鱼加烟火，金鱼咧对讲，对。金所以鱼，亲像这就是金鱼的意思哟。这是马溜吼，对鱼仔的马溜啊，哦，成呢，甲阮兜饲的迄共款哦。远远看的时阵吼，敢若讲是会亲像花共款。啊，若真足看的时阵呢，才会感觉哦，原来阁有金鱼伫咧内底啦。一个艺术。老师，咱呢头一步是要安怎做？啊，即个互恁的是当线，啊，即个是月柱固定花瓣的大细影，1公分到6公分，摕出即个红色的。红色的哦，啊，若亲像即种啊，拢伫咧迄材料行拢买会着哦。嘛是会使有一个芳，啊，阮就要利用这个芳去做阮的花瓣。啊，阮要来做一个物件叫做石灰卷，安尼绕10圈。啊，老师，那会想讲爱用这当线？我们在做金属编织的时候，铜线的软硬度是最适合做这些细节的。那如果说大家对金属比较讲究，我们在组合的零件上就可以去自由选择，像是不管你要高级一点用 K 金，或是用纯银，或者是用镀金的，镀金的是大家比较常使用的，哦，对，都是 OK 的。啊，若是用这种当线，伊敢会有迄过敏的问题？铜线基本上它不会碰到我们的耳朵，因为我们碰到耳朵的是耳钩或者是耳环的材质，那你就可以自己自由做挑选。铜线主要是拿来做造型的地方。哦，是啊，阮留一寡线，卖拢实地，啊，这个线位加出来，哦，出来，啊，两个拍角，好，然后啊，就甲伊它开，灯有开哦。灯互开掉。哇，哎，安尼有对有火迄，迄个形就差不多造出来啊，嘿。你安尼凹一个简单的圆圆，迄个粘处无共款。对啊。这个火真正较立体。然后现在我们要来做这个鱼尾巴的地方，好。好，然后我给你们一个细的这个18号的铁丝，一样这里留一段长度，我们绕20圈，静静的就好，大概1-2毫米就好。哦，这样你拿出来的卷度就也是一个比较有层次的卷度。就够水的，嘿。那可以帮我先做这个步骤。好，这就是这对顶管加这个所在就对啊。好。安尼洗好一零啊，应该飞出来，飞出来之后反方向卷。你刚刚顺时钟，你大概就逆时钟。老师，你讲安尼洗来洗去的，互伊这个形体较好看。对，过来嘞，过来把它拿出来。拿出来之后，拿这个3公分的这个蓝色的，好，把它靠在它身上，然后抓中间，对，中间一样扭3下，固定，这样。安尼打好结之后，把它折着，这样折起来，然后我们中间剪断，剪断，一起看一下，放上来，然后一样留着固定，这样。哦，两个角做伙。然后我们现在每个零件都有了，下一个步骤是用这个造花液。造花液原本是长这样，我们把它装在这个分装的罐子里，这样我们的开口比较大，比较方便我们等一下沾它。好，来老师，那我们等一下这个步骤会有一点味道所以啊。有淡薄气味啊！你大声大名，你莫骗。好啦，无就交互你啊啦。我就交互老师啊。你感觉好好啊哦，好，老师麻烦你啊。好，我来甲你处理一下。好，多谢。安尼，阮头一步是要安怎做咧？我们打开造花液。
然后所以要一个一个去运哦。对，把它打斜嘿，放进来，好，然后把它站着，大概看偌久才会打？大概20-30分钟。那如果下雨天会再久一点，因为空气比较湿。啊，敢有讲爱用迄什么吹风机啊，甲吹较如果你紧？想要快一点的话，我们用电扇吹一吹也会，对，就比较快。等伊打了，咱就接这个后一步吼。丢，阮就来上颜色。好，互伊打。等伊打好啊，你看规拢。啊，真的嘞，即摆这顶管啊，就敢若有一个模啊，安尼搭伫咧这顶管丢，点细细。嘿啊，啊，搁来咧，来口音几刮颜色。哦，不然你写了吼。丢，然后这是我们的晕染液，然后我们等一下上色的方式呢，调胶棒，然后呢，我们把你要用的颜色轻轻的放上来。哦，轻轻啊，安尼甲伊放起哩。我拄仔看你咧看的时阵啊，敢若有安尼小安尼看者，伊是有分爱倒一面哟。对，我们要上色上在背面，因为这样正面的话，我们的金线的那个颜色才不会被盖到。哦，比较凸的是正面，就是你刚刚的线如果是摆在这里的话，这里就是正面。安尼好了，安尼看得出来。啊，用一个色料啊，第二个色搁塌起的时阵，爱等偌久？我们要趁它还湿湿的时候放上来，这样它们才会中间会自然的过渡。我们染色完成之后，我们就把多余不会用到的铜线，我们就把它剪掉。然后会用到的，我们就把它绕圈圈，绕一个圈，这样等下可以挂起来。它们都完成之后呢，我们还要再上一层，这个是封层胶，其实就是我们指甲油会用到的。然后它的用途呢是让我们的耳环可以再更坚硬，就比较不容易凹到，就会受损。安尼伊嘛爱赶快照迄一个迄光安尼，我们会照这个一个迄机器嘛。对，光疗灯，等一下来照这个。一般这会使放偌久啊？这保存会使保存啊？正常佩戴使用，它接触空气会氧化。是。对，所以主要是五金的部分可能会需要比较照顾。对，但如果很有钱的话，用黄金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就不会有影响。涂好之后呢，我们就把灯打开。唔免两面拢用哦，要两面都，我们照60秒。60秒哟。对。把它们4个主要完成了之后呢，我们要搭配我们的这个金属的零件，然后跟耳夹或是耳针，我们要先把这个尾巴的线，把它现在有4根，我们先把它剪掉，剪到剩1根。亲像这是你拄仔你用的啊，这两个安尼用做伙就变足水的吼，你来试看卖。安尼把这鸡夹掉吼。对。好。然后残胶的地方，我们就用手把它拨干净。然后把线都整理干净之后呢，我们把2片尾巴重叠在一起。两个甲安尼绑做伙就对了。对，然后我们把它扭3下固定。你买迄用扭3下。打一个圈圈。等于讲迄是爱锁在顶管的对。对。然后把线固定起来。多余的一样剪掉，把它夹掉就对了。我们再来把它用手塑形，捏出一些弯度。是。它现在还是软软的，还可以塑形。对，嫩嫩的，佫会使拗呢。系啊。父母看会足欢喜的哦。是啊，就好看的。这是要直接粘起来哦。对，我们会用这个 UV 胶去把它跟我们要固定的零件整个包起来。好，然后剪好之后，你可以先排列一下你要放的位置。家己摆吼。这会使摆遮嘛？摆好之后，好，我贴一次给你看，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位置固定在这，那我们把它先轻轻的翻过来，翻到背面，然后拿 UV 胶去覆盖后边安尼给连起来的对啊。然后固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拿这种手持的灯
然后去感觉到它变硬，铺完全，把你的那个金属跟下面就全部包起来，比较不会容易就是脱落。哦，你看你遐嘛有迄花啊，迄安尼规张放伫迄厝内底哦，迄看起来敢若真诶共款。看有心情就会好。对啊，最厉害。啊，老师这后一步再帮我完成吗？哦，这是不是一般人就会使学啊？对，其实大家第一次的时候都会觉得比较手生，但其实常练习是都会有差。然后我们从最小，从国小的小朋友到60几岁的学生都有。哦，真的哦。对，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尝试看看。我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折铁丝很辛苦，对，但其实就会从中慢慢练习那个静心嘛，就慢慢变成越来越有耐心的人。哦，好玩呢，这互恁某的啦，阮某绝对，伊绝对会足欢喜的。足适合伊的，啊，这是我的，多谢多谢，哦，足好看的呢。开遮侪时间啊，遮辛苦，迄是有价值的啦。哇！足好看的呢，特别我感觉你这个吼用起来了，佫特别水，哪哪因为呀？迄看起来足有气质的。嗯。后一遍，阮来录影的时阵，我就挂针。会使啊，会使，我嘛要甲你做伙关。